可以俾少少時間我，因為咧據我所知咧，仲有幾多分鐘啊？仲有3分鐘啊！不如呢個時間咧，請埋我哋香港人網其他主持人同埋葉浩平主角雷海欣一齊出嚟好唔好啊 ？Erica、雨人，仲有邊個我睇唔到啊？出埋嚟啊！人網主持唔該。倒數啊！出嚟倒數。唔好濕水。唔好賣住啦！一陣間大把人幫你賣。Erica 小欣啦。呢邊有位啊！你嗰邊俾人邊度屎餅啊？過嚟一兩箱嘅嘢，40杯，幫我咁做，攞到先40杯，冇咩人都食。不如大家講翻幾句説話好唔好？唔好要等卡，交個咪俾雨人。我阿媽又係戴眼鏡啊，因為呢啲梗係蕭生嚟㗎啦，係咪啊？呢個好啊，2句説話。呢啲係我嚟，你嚟啊 ，Erica 上嚟啊！你中意係話係咪要？我哋挑戰呢個台嘅承受能力。對翻我呢個台先。喂，呢個台唔會冧㗎嘛，係咪啊？唔緊要，香港人網呢個網台邊會冧啊？你試打壓越強係咪啊？我驚到有火喎，大佬。乜叫打壓越強啊？嘛，我哋從來都係咁㗎，係咪先？喂遠處嘅觀眾、遠處嘅市民，大家好，準備迎接兔年未啊？我唔會俾嚿大嚿你㗎。係啊，大力啲吹啊！其實邊度都倒數啊？邊個話俾我聽仲有幾耐時間？仲有3分鐘啊！不如咁樣啦，嗱，2分，仲有2分，嚇！喂，睇嚟，嗱，為咗以夾啱時間一齊倒數啦，我哋根據近嗰個鐘為準啊，仲有分半鐘，不如蕭生你最後講一啲賀年説話啦。今年咧係金兔，係一隻非常之活潑嘅動物，佢咧就跳嚟跳去嘅，大家咧就越跳越生猛，同埋咧香港今年一定非常旺嘅，因為大陸人民幣升值，嗰啲錢咧係會不停流落嚟香港，希望今年大家都好運，好唔好？嗱，咁樣啦，我補多句啦，大家就賺多啲鈔票，咁啊選民力量係得多啲選票啊嘛。慢啲你嚟啦，小欣你嚟。新年快樂啦！咁希望大家都會留意玉蒲團嘅去向同埋宗旨。我希望我哋4月14號係我哋玉蒲團上映嘅日子。我希望大家已經係留意到嗰一日嚟支持我哋去睇我哋嘅電影嘅。料啦！4月14嗱，我咧，嗱，準備啊嗱，11、3、9、8、7、6、5、4、3、2、1。一齊再吹多次響啲啊！1、2、3。
葉山號啊！你係落紅大師咋？有爭啊！唔係因為咧，因為真係冇片報，因為我哋真係廢話太多。阿子話咩啦？我哋不如喺度派禮物好唔好啊？好啦，雷海欣飛一個出去先啦。飛雷海欣出去定係雷海欣飛一個雷海欣出去先好唔好啊？嚟啊嚟啊嚟啊！你去雷海欣係咪要啜啖個助戰啊？唔可以啊！同路，或者你哋幫雷海欣打個風雨同路，你哋點樣？喂，呢個要投票㗎，呢個要。咪要拍賣啊！咁都得啦！你睇佢全部抌出嚟啊 ？No， 我唔係攞呢個，邊個攞呢個嚟㗎？唔好攞呢個啊！呢個嗱，頭先蕭生講都係呢個。2011我哋當然要風雨同路啦，同時唔該風雨同路。OK，抌呢個出去先啦，輕車七友嘅呢個啦，好唔好啊？好，雷海欣睇咗我哋前面 cam 啊！雷海欣有冇坐過呢個助戰？會。帶埋呢個，帶埋呢個。嗰個哥哥係根本唔想試。再抌嗰個。齋抌嘅啫喎。好啊，好夠烈水啊！唔係啊，通常係咁樣㗎。喂，到呢個點掟啊？呢個加個唇印咧，好收啲啊！呢啲唔食色嘅呢個。我冇廣告喎，繼續去啦，係。呢個咪廣告咯。嗱，揈遠啲啊嚇！揈遠啲啊嗱！繼續啊！繼續啊嗱！有個哥哥仔避。推車通越風雨同路啦，推一車嚟。今年屬雞人士咧屬於犯太歲年啊，所以變動性就好大。有喜事發生，例如結婚啦、添丁咧、擺大壽或者置業等事情咧，能夠一起擋三災，否則就無喜百事來啦。咁雞咧喺12年之內有，咁今年辛卯年就為之卯酉之衝，係金木之戰。喺健康方面咧就要注意肝啦、呼吸系統、手腳關節毛病。而駕車人士咧都需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年咧就有吉星叫6分，係有利於正財收入，所以對於正職人士咧就會比較理想啦。而凶星方面咧就有水破、大耗、欄杆同埋災煞喺度示弱，喺啲突如其來嘅破財同埋損耗，花費都會超額開支，所以從商者就需要特別注意啦。而啲優質嘅員工咧亦都容易流失，而做事方面就會較多波折，所以今年要抱住一鍥而不捨、不屈不撓嘅心咧，去面對各方面嘅考驗。而感情方面咧都有所摩擦，感覺伴侶咧無法明白自己，所以今年整體運勢咧都宜守就不宜攻，所有事情都要三思而行，不宜太過武斷。最能夠咧喺立春之後咧去你出生地嘅北面旅行，香港北面咧有北京啦、俄羅斯，如果近啲其實廣州都算嘅。另外再用廟宇嘅攝太歲，就能夠減得唔好嘅事情啦。香港人冇咁講。